公寓究竟可唔可以買呢？嗱，我呢就用自己嘅親身經歷啦，話俾大家聽。好多人啦話公寓40年產權啊，但係有冇人話俾你聽，公寓40年產權到期之後可以續期嘅呢？只需要交15.6一方啦，最高唔超過1萬蚊就可以噶啦。物權法呢已經係出咗嚟噶啦。有啲人呢亦都話公寓雙水雙電啦嘅居住成本好高啦，但係有冇人話俾你聽啊？公寓而家大部分呢都已經係民水民電，而且拆遷賠償呢係1:3，咁而住宅嘅拆遷補償呢只係1:1啫。咁又有人會話啦，喺公寓嘅二手交易嘅時候呢，稅費好高嘅，要10幾個點嘅。但係有冇人話俾你聽啊？二手嘅公寓呢，你只需要係交100幾蚊嘅印花稅嘅啫啊，同埋正常呢係3個點嘅契稅就 OK 噶啦啊。另外公寓嘅租售比呢，比住宅高好多啦。譬如講話50萬啦，你買一套公寓可以租到2500蚊一個月，但係200萬買翻嚟嘅住宅呢，都係租2500到3000蚊一個月啫。公寓200萬呢，你可以買4間啦，可以租1萬蚊一個月啦。咁從自住嘅角度嚟講呢，50萬你可以買市區嘅一間老破小嘅啫。咁而50萬呢，你可以買到一間全新嘅市中心地段嘅 loft 公寓啦。如果budget有限嘅你呢，會揀老破小啊，定係會揀公寓啊？歡迎評論區留言啦，中意嘅點個關注啦。